大家平安，今仔日咱真有福气吼，咱请到一个迄个专业吼，佮老牌吼，伊讲伊是占天马迄个师仔啦吼，伊要用讲故事的方式，要来咱介绍一位为台湾贡献真大的即个日本人吼，伊名叫做八田武一啦吼，我想我就免讲伤济啦吼，我若讲伤济的时阵吼，确定就袂感觉讲哇，咱即个专业的老师咧讲的即个故有偌尔精彩吼，所以我就甲先时间吼，我就甲时间交互即个赞成老师吼。今仔日吼，因为迄个赞成老师伊要去接受伊足重要的人客吼，迄若去阿拉斯加迄坐船了，拢爱去甲报道，去门口报道。我有若9点进前，9点我爱离开吼，所以咱今仔日可能我会到时会当甲即个咱的 host 吼，主持人吼，转互会要留较久的人吼，所以我9点我就爱先离开安尼。好，无再请老师请。好，点是东华的12点。对。各位线顶的朋友，大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咱这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伫遮见面。我的时间是早起7点，有的所在是中昼，有的是暗时，所以我就爱甲大家讲早安、午安、晚安。我细汉的时阵真爱听人讲故。安那会知影食老啊，变做一个讲古的。我甲10几个少年家组立一个你讲古我来听 Podcast 的团队，要讲一摆咱袂记得的台湾人的故事。阮有传一个八田武一的故事，还阁毋捌伫发表。今仔日是初登场啦，第一摆伫线顶甲大家发表安尼，请多多指教安尼。八田武一已经离开咱81年，是安怎？这个人离开81年，还阁对互大家甲伊笑念呢？到底伊是何方人士啊？无，请你听我豆豆说来。八田武一是1886年出世伫日本石川县的金铁，出产金仔的所在。1886年的观念是清国统治台湾最后的第9年。老爸八田武一是八田屋第5代的传人，是因庄里的好野人。八田是属于第5个囝。老爸相信净土真宗伫厝的财佛堂定定请法师来念经讲佛法。净土真宗的教义是人人平等，不分贵贱的。伊高中毕业以后，考一批真歹考的第4高等学校。伫学校碰到一个教因伦理学的老师西田。西田是日本现代哲学之父开山祖师。明治维新的时代，去模仿着德国的学制，就是要读大学以前有3年的预备考高等学校，要互学生找出人生的方向。以后通要进入去大学选科系之用的，学校风真自由，老师鼓励大家去找出家己的志向，原谅学生的错误。学校伫上课的时阵真自由，无要点名，你无来无要紧。老师上课的时阵，你看红仔册画图。拍个困拢无要紧。学校规定学生爱在校寮内面，伫学寮内面谈天说地，找出人生的趣味。虽然是非常的自由，但是
上要紧的是袂使影响到别人的自由。有的学生啊，伫外口封锁啊，想换则转来，学寮的门关起来，爱爬墙啊，啊有看到老师啊，伫下骹甲伊杀起咧墙仔顶，原谅学生的错误。这个学校毕业有特权，会使去经伊所要读的日本的学校甲科系。啊，所以因为无升学的压力啊，学生啊，更较有自由的时间啊，通要找出伊人生的方向。真侪人拢讲，这是伊人生3年来上重要、上关键的时刻，是一生难忘的。咱拄啊，一个讲到讲迄个金铁第4高等学校的老师，迄个西田老师是日本现代铁学之父，伊的学说是学铁我帮助他人，学就是有学习的精神，用铁学的观念悟出道理，去帮助别人。咱拄啊讲到讲，毕业以后，你会使选任何一个学校，北田威就选择着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要入去学门，会经过一个红色的大门，真侪人甲这个学校甲号做赤门。赤门的老师龚正勇是数学甲土木工学的教授。伊是北海道札幌农学出身的，啊，伊甲咱台湾的迄个糖业之父啊，新大河调做是东创，校长是美国人的 Dr. William Clark。奇怪咧，安那一个农学校走一个美国人的校长呢？原来是明治天皇啊，派兵去占领着日本以北世界第14大的都市，改号做北海道。为着开拓北海道，因采取着美国伫东部向西部开拓迄个成功的2个经验，就是基督的精神啊，甲教育啊，所以 Dr. William Clark 就伫札幌遐起一个农业学校，内面嘛有设有基督教的教堂。老师拢是伫美国请来，用美国话教册。老师平等对待学生，就敢若朋友共款。这款的作风啊，伫当时的日本啊，是非常看袂到的。啊，老师除了教因农业的知识，嘛教因做人的道理、基督的精神，甲世界的关系。校长 Dr. Clark 叫老师爱训练学生，成做一个绅士。Dr. William Clark 的一句真出名话讲 ：“Boys, be ambitious。”少年呢，请你抱着伟大的志向。这句话嘛，成做龚正勇教授一生的座右铭。龚正勇教授简单的一句话，嘛影响着北田武一的一生，就是讲你要做一板桥，你就要起一间人人唔惊会放心，会当行100年的桥。咱拄仔伫讲迄个龚正勇的东创新大河调做。嘛是伫迄个赤门毕业的，要手去美国摕到农业博士，伊甲世界各国的甘蔗摕去台湾试种、改良实验，搁甲台湾的土地、农地整理好势，请日本的财团来台湾投资制糖工厂。
伊规定要来做这段工厂的机械，拢是爱上神呢才会使。经过3年的拍拼，台湾成做世界第5大产糖的国家。台湾总统府就甲糖业交出来税金建设台湾。每年糖业生产的金价两会使摕来台湾继续的建设。1935年，日本死前40年，就是日本统治台湾40年的时阵，台湾总统府举办一个足盛大的台湾博览会，对台北的成功会一直到新竹的上王庙，要甲世界证明台湾是世界食品建设的第一名。还佫有一个影响到伊人生真大一个人，就是土木工学的先輩青山。青山一深毕业，就拍一张单程的4点钟的船票，坐去巴拿马，要替巴拿马大运河投入工程的建设，要缩短太平洋甲大西洋的距离。青山教授。青山先輩為着要解決沿路食食的問題，甲船長講，伊要鋁甲板、洗地板來用工來換食，解決3頓的問題，就是一心一意要投入去為世界做出貢獻。青山先輩講的話，就是講人毋是為着名甲利做工課，人是為着後地人的幸福而工作的。1910年，就是八田威24歲的時陣，伊抱着偉大人生的志向，放棄日本的所有，孤身的坐船來到偏遠的台灣，要貢獻所有。伊一踏入去台灣的土地，就去互台灣總統府的土木科長山雄派伊去打狗，做打狗港的建設計劃。伊發現迄粒船仔打狗的地勢真低，四界攏淹水，所有的打狗的人攏住伫旗後，就是咱即馬講的旗頂。八田威的計劃書講，甲竹港的打狗竹港挖出來土，甲打港的土地甲伊吞關起來，安尼就袂閣淹水啊！伊即個計劃去互伊的同僚甲伊笑講，伊是空言八田講空喊話的八田。也毋過，即個計劃去互山雄科長甲伊採納着。高雄港挖出來土甲高雄的市區就會吞好關起來。佫請日本的都市計劃師甲高雄的土地規劃建設。高雄成做真水的一個都市，吸引足濟外來的人口，上濟就是澎湖人甲台南人。高雄就成做台灣第2大的都市，毋知在座有人住伫高雄無？住喺高雄的人，你甲我試一下讚一下。高雄的土的路真直、真闊、真好行，所以住喺高雄人是真福氣的。咱這嘛愛感謝八田威的遠見。伊刷落去的6年的時間。大部分攏是對着一個平野美術郎，就是上水道、下水道的專家。平野美術郎嘛是赤門出身的，伫赤門讀冊的時陣和英國來的水利專家普頓老師學習。普頓接受到台灣總統府要來台灣做上水道、下水道的工程，
宾雅明斯隆嘛对着老师来到台湾。清国统治咱台湾的时阵啊，清气的水源啊，拢去好野人甲大官府霸占去。一般的民众啊，都爱啉溪仔水，还是水窟仔水，还是新湖水来食，卫生真歹。啊，迄款洗肠以后的垃圾水啊，破甲规世界，致使啊蚊虫滋生啊，啊风土病流行啊，风土病就是马拉利亚、豆土症，啊个咧迄个科勒拉、肝热症，啊个一个鸟鼠仔病、乌丝病，囡仔一出世，啊抵抗力较无好，一声就死去。老母不得不啦，爱阁加生几个啊，通我留2个啊来传后事。普顿老师甲宾雅明斯隆用3年的时间，伫台湾找出21个清气的水源，甲会当排掉的一个下水道。3年后，普顿老师却带着老土症、马拉利亚过身去。宾雅明斯隆留伫台湾，甲老师计划21个所在一一甲完成。北田武一嘛捌参加这个建设的团队，因这2位对台湾真有贡献的人，因做完工程以后，台湾的风土病就渐渐减少。啊，恁若去迄个台北的公馆，有一个水道水博物馆，内面有讲这2个伟大的事迹。奇美博物馆的董事长柯文良捌念2仙铜像，藏伫博物馆内面。恁若有去甲水道馆博物馆，请恁甲因2个行一礼者。咱台湾啊，真不幸，互外族来统治，来甲咱殖民。毋过真好运呢，日本的殖民国啊派出来台湾建设，拢是赤门的基础的人，啊，因有学问，有技术，有理想，要做一番事业会拍算，啊嘛是咱的好运啦。咱拄啊讲到今仔日主角北田武一，啊，甲台湾糖业之父，迄时上，迄就是新都好筹组。啊，搁咱有拄啊讲的宾雅明斯隆，甲普顿老师。咱拄啊讲到讲迄个北田武一啊，参加宾雅明斯隆的建设团队啊，因就是伫遐，因就是伫款迄个找到一个清气的水源，引入来内面，带甲经过彻底过滤、杀菌、加压，啊，搁建设一个水道管入去甲民众的厝内，互民众甲水道头拍开，就清气水通食。这是伫当时的亚洲啊，无几个国家有法度做到地。搁续落去，北田武一互总统府甲派去桃仔园做水利灌溉的工程。伫桃仔园伊挖231窟的水窟啊，水窟啊流出来的水，经过敢若蜘蛛网的水路，这个蜘蛛网的水路有282公里，灌溉着23000甲的桃仔园的土地，互桃仔园有通好种稻啊，通好来食。啊，有这个成功的桃园比圳的成功啊，嘛嘛奠定了伊以后要做嘉南大圳的基础。一直无闲试试，无时间娶某的北田武一，到31岁才转去金铁，和伊生的查某囝。今年拄拄是伫金铁第一女子高等学校以第1名毕业的
16岁的新娘啊，美春外大树，中啊毋甘查某囝嫁去台湾，就鼓舞北电有因留伫个金铁啊，留伫个金铁发展。毋过美春外大树支持翁婿的理想，坚持要对翁婿去卫生正歹的台湾，和翁婿同甘共苦。老爸啊，看到这16岁的查某囝要去到台湾啊，袂放心啊，请一个下里对迄个小姐去到台湾，通好伫身躯边服侍小姐。1919年，就是北电来到台湾第9年，伊带着80个技术人员去到云林、嘉义、台南，要找出伫迄搭遐要做一个水库的可能性。因日时伫电影调查伫遐做测量，甲写结果暗时摕来做迄个水库的计划的雏形。这80个抱着人生伟大志向的技术人员看到水库的雏形渐渐成真，梦想渐渐接近，大家拢迷做日的，毋敢发忝。7个半月后，这个嘉南大船的计划书完成啊！北电有伊7口罩，拢住在乌山头水库10年，甲2300个员工大家住做伙。2个翁某感情诚好，生有6个查某，2个查甫啊。中南北电丰富，就是伫乌山头水库出身的。伊伫遐有讲台湾话的囡仔伴，比如讲伫上课的当初的，甲伊熟悉的水库的员工。1945年，伊伫日本读册的时阵，台湾迄个日本战败，无法度转来台湾。伊家己一个伫日本认真拍拼，甲老爸共度是土木工学，伊嘛做甲爱知县的土木科长。每年拢会坐飞轮机来乌山头水库，和农民斗阵祭拜因的爸母。嘛伫遐回想着伫乌山头10年的迄款世外桃源一般的精彩的日子。甲迄个少年的囡仔伴甲少年的当初讲台湾话甲即个迄个员工大家做伙2006年，自认为是台湾人的北电丰富80几岁，来到北电有因和农民祭拜老爸老母以后却规身躯起反寒，转去到日本以后，10天后就过身去。咱台湾的南部气候春天甲热天雨水真够，尤其是6月黄霜雨，这特别厉害。佫风台一个来就变做淹大水，泛滥成灾。也毋过伫秋天甲寒天的时煞袂落雨啦，可旱，无水通用，致使土木打扫。抑佫咱台湾有一个特殊的强烈的东北季风，甲西南季风，甲东北季风甲西南季风会甲海面上的咸的水雾吹上岸顶，致使土木咸分伤重，无法度种作。所以农民只好是种苋番薯是土豆，暂时维生生活困难。北电委员就决定要伫寒天溪顶头起一个水库。伊发现台湾的这个黏土黏性真强，
会使摕来做水库的材料。伊家己也创立一个叫做北田工坊，伊就是甲幼沙啊、甲翠石啊、甲小石、中石、大石，甲参咱拄仔讲的真黏的台湾的黏土，甲少量的红毛土混合使用。水库的蓄水池就敢若是漩涡的基架，安尼撑起甲四界。有人甲这个水库甲叫做漩涡潭。北田委佫伫阮迄个水库做一个水闸，这个水闸拢有7273公尺，遐尼长。伊的宽度是56公尺。这水闸的宽度13公尺。这蓄水量会使达到15000公吨，是迄时世界第3大的水库，嘛是亚洲第一大的水库。水库经过这个87水灾，甲92大地震的洗礼今年92岁的水库，到即摆还佫身体康健，还佫安然自在。这个水库和美国的土木工协会甲伊号做Hachita Dam， 就北田水库。伊研发出来的工作方法叫做北田工法。北田水库毋是拢是顺序的伫开始建设以前建设的时阵都受到这个众议院的甲伊预算甲伊冻结起来，因为经费太济，日本人无法度承担。加在迄当阵发生着米骚动的事件，都是百姓买无米通食，大家无米通食，就发生暴动。原因就是日本伫第一次大战末期有派兵去西伯利亚，日本军方伫市场收购足侪的米粮送去前线，致使米价大起人民买无米通食，日本的世界发生暴动。日本学者认为讲，要解决这个问题爱伫台湾建设更较侪的水稻通好来避免暴动再度发生。北田委就趁这个性命紧去众议院甲这个国会议员游说，请因甲这个冻结的预算开放起来。就此甲再度的启动这个水库建设，嘛互台湾的农民带了农业生产增加的一个希望。北田委就赶紧去加拿大、去美国去考察，想说买真济迄个较新的机械建设，比如讲推土机、挖土机、挖坑机，佫有种个湿土挖坑机，佫有一个崩坑挖崩坑的机器，佫买12台的德国的火车，要去台湾世界载这个水库要需要的材料，就是我拄仔讲沙甲幼石小石、中石、大石甲真黏的黏土甲红毛土。北田委都嘛伫阮迄个乌山头水库去设一个诚济宿舍，嘛去病院、学校、托儿所、网球场、游泳池甲电影院。夫人挂台手嘛定定摕迄个老土症的药归零互员工食，照顾因的健康。为着要增加水库蓄水量所以北田委大胆伫乌山岭的下骹开拓一个4公里的墓坑，要引进詹文溪的水库，詹文溪的水入水库内，增加
迄个蓄水量，咱会知影乌甲一半的时煞爆炸，加速爆炸。发电有40几个员工计升去，发电位甲较早拢总有迄个70几个员工啊，计升去的时啊，合起来拢总134个啊，起一个纪念碑啊，伊无分日本人居上，台湾人加建的，拢依照死亡时间的天数，安尼一甲伊列入去纪念碑内面。伫迄当阵啊，日本人介高尚的时代，这个是真公平真无简单的一项代志。这嘛实践着伊的净土真宗的教义，人人平等，不分贵贱的。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日本政府爱用足多的钱去建设国家园啊，所以乌山头水库预算去互cut一半去，意思就是2300几个员工，有1000外个人爱去互遣散，互死头路去。发电委带念着台湾人伫政治上、伫经济上、伫社会关系上，拢属于弱势，也要去找头路是真困难的。所以伊失去迄个头路，头路去大部分拢是日本人。这点嘛，互台湾人感觉真温暖，感觉这个正义拢记记在心。也毋过1年后，迄个预算搁增加的时阵迄千几个日本人都搁挖倒转来，大家都拢搁做阵，因成立发电。有伊伊平常时做人真好，真温顺安尼咱像伊的教义讲，像迄个伊老师讲平等对待大家组立一个叫北电市友会，北电市友会，这定2000几个市，这北电市友会。1939年，就是北电委来台湾20年的迄年4月，嘉南大水的通水典礼迄天，乌山头水库的6个水闸拢拍开去，水库的水以每秒70公吨的水量流向森林嘉义台南，这亲像伫厨房同款的水路。拢总是16000公里遐长，16000公里的概念是啥？就是台湾是13年遐长，是世界级的一个水利建设。流开的水路流出去，会使灌溉着15万甲的土地。咱讲迄个盐分正悬的土壤。经过水泉流出来水的洗清器以后，会使证实国家价值较悬的农作物，增加农民的收入。也毋过，这个世界第3大的水库，蓄水量15000公吨的水库的水，还阁无法度满足嘉南平原的需要，所以发电委制定一个3年轮作供水法。都是甲15万甲的农地分作3区 ：A 区、B 区、C 区。A 区今年种用水量较济的水稻，明年你就要插甘蔗，后年你就要种植较免水的杂粮，譬如讲西土豆、番薯。农民逐年拢有收成。因的收入一声都爬起来5倍以上。农民每工出门举着猪头拢喙笑目笑出去外口做事。咱台湾就变做一个食番薯签的日子，变做有白米饭通食的时代。发电委阁甲台迄个邦桥林本源家族的林向珍合作成立一个叫做土木
工程测量技术人员养成所，伫遐训练足侪台湾的技术人员，以后会使投入去台湾的建设。对，北电5.1啊，伊嘉南大圳水利组合啊，甲北电支付会为着要感念北电为台湾所做的一切，请日本的雕塑家永美雕塑一件北电5.1平常工作的模样。北电5.1身穿工作裤，脚穿着长光的工作鞋，伊亲近土地一个涂骹，手插着下鞋，就敢若伫思考水库未来迄个办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所有的国家抵制日本，无要互因资源，无要互因原料，所以啊，日本的军方不得不爱来民间啊收集所有的迄个金属制品。北电5.1的当上啊，嘛去日本军方啊收集，藏去迄个羊铁啊工厂啊，伫遐排班啊，要甲羊掉。加在啊，去互民众发现着，竟甲即个当上啊藏去番仔田火车头的仓库内面。天后嘉南水利组合啊，探听到迄个当上的下落啊，摕钱啊，紧去甲即个当上买转来，藏伫乌山头水库办公室内面较压贴的所在啊，莫去互军方甲摕去做武器。1945年，日本战败，太平洋军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啊，命令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啊，代替盟军啊，暂时接受台湾。天后时机较平顺的时阵啊，会使举行即个殖民地自民自决，就敢若印度，就敢若印度、菲律宾啊，迄个越南啊、印尼、马来西亚共款。也毋过咱台湾人啊，去互咱台湾人去互日本啊，迄个统治50年搁6个月啊，统治到头壳赤烟啊，所以看到当文当种的中国人来，足欢喜。可无讲哦，中国人会使来管台湾，管一世人。也毋过啊，中国国民党啊来台湾以后，甲咱拄仔讲生产的糖，甲台湾生产的米啊，拢送去上海，啊，搁甲咱迄个日本人建设的遐机器啊嘛，拆送去上海，要伫遐要支援国民党啊，甲共产党内战啊。啊，这当然是迄个日本米骚动事件再度发生，百姓买无米通食，买着米是贵三三啊。历史啊，再度重演伫台湾，所以百姓啊，当然是无甘愿，毋甘愿啦，都是暴动啊。国民党军队啊，都迄个采取强力手段，2万个台湾的精英啊，去互国民党军队啊，杀死。啊，过2年以后啊，国民党去互共产党啊，赶出来台湾，赶出来台湾。啊，迄阵阵啊，因啊，迄个蒋介石啊，带着200万的难民啊，入来这个下支尖的台湾啊，为着要巩固伊的款迄个合法的统治性，伊成立一个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啊，甲有日本象征的建筑啊，甲迄个艺术品啊，拢破坏去啊。所以农田水利会啊，赶紧啊去甲北电5.1的当上啊，紧甲提出来，藏入去北电5.1较早大的所在，较适合
较无人行较到的旧宿舍内面啊。听后甲1981年，台湾的政治较平顺，啊，台湾意识较抬头的时阵，那经过台湾省主席李登辉的允准，北电委的当上才摕转来蔡原位，就敢若北电委伫咧照顾台湾的农民共款。伫第二次世界伫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啊，日本啊占领着菲律宾，派北电委啊去菲律宾做水利工程。北电委带3个助手，因坐的大洋轮太阳马路，即离开日本的海岸离开，就去互美国的灿水蓝的鱼雷啊，甲伊弄沉去啊！400几个死亡的名单内面都北电委的名字啊！北电委的大体伫海面上漂流1个月个，机接般的阁漂转来甲迄个山口县的海边，去互渔民甲伊顾起来。火化后的骨灰放伫乌山头水库的边啊。1945年，美国的M29轰炸机啊开始伏击台湾，夫人外大手啊，紧带囡仔走空袭啊，疏开去乌山头水库，伫遐受到农民真好的照顾。就伫同年的8月15，日本的昭和天皇啊宣布无条件投降，所有的日本人啊，拢爱转去日本。夫人外大手啊认为乌山头是伊身份的所在，伫即搭有伫遐伊饲养8个囡仔，即搭遮有红晒教伊的乌山头水库，伊毋愿转去已经生分去的日本，甘愿留伫咧台湾，甲台湾作阵。就是伫日本投降的第16天，9月7日早时，夫人外大手趁囡仔当伫困的时阵，伊身躯穿着有北电家族家徽的日本的 kimono， 日本的和服，脚穿着日本的插夹，伊孤身的行入去红晒上喜意的乌山头水库，伊遵照传统，加条结束的头毛放伫插夹顶头，嘛留一份遗书，内面写讲：爱慕夫君，愿追随而去，跳入去乌山头水库。夫人的骨灰部分送转去后头厝金铁，部分和北电委合葬伫东上的后壁的墓庵内面。花岗石的墓牌有刻着北电委北电外大手的文字，就伫北电委过身75周年的4月，北电委的头壳去互台湾极统派党的党员，也是前台北市议员李成龙，甲北电委的当上的头啊，甲伊斩断去，头壳甲毋知等去倒位啊，不知去向。台湾极统派的党员李成龙嘛承认，前无偌久的台湾民政府的办公室嘛是伊放火烧去的。北电委的头壳去互斩断，
行动着日本的社会甲台湾的社会。北田武一是台湾农民诶崇拜北田、感恩北田诶一个象征。每年的5月7、8，农民拢会自动自发的来遮祭拜北田，追溯北田对台湾的恩典。个北田自由会诶伫日本的会员，也是崇拜北田的人，嘛会坐飞轮机来到乌山头，和农民斗阵追思祭拜。加在奇美博物馆有收藏另外一件北田武一的铜像，董事长柯文良赶紧去把这个铜像换做3尊铜像，一尊放喺博物馆，通要用另外一尊趁后5月7、8要举办盛大典礼的时阵会当把这个头像甲伊接上去另外一尊送去金铁迄个名人馆，互因收藏，互金铁的市民知影讲，因有一个杰出的市民替台湾做出伟大的贡献。北田武一用伊足精彩的人生替台湾做一个大乌山头水库，甲像蜘蛛网遐尼济的嘉南大圳，增加农民的收入，互台湾变作一个食袂饱的所在，变作有白米饭通食，而且甲一切的情分拢记记在心这嘛实践着青山长辈所讲的，讲人毋是为着名甲利做工课，人是为着后地人的幸福而工作的。北田武一甲夫人外大秋对台湾的疼痛，已经超越着种族甲国籍的爱。因一直留伫台湾人的心内，到即81年，北田武一的铜像，即还阁是坐伫乌山头头前，就敢若北田武一的英灵还阁伫咧照顾50万农民安尼，共款的伫遐伫照顾台湾的农民。今仔日我的故事就讲到这，多谢各位的收看收听。哇，真精彩的故事咱大家甲即个广告老师李金山，咱来甲拍扑一个好无？实在是听真正互人真感动啦我先起一个头，我来回应较顶咱若有啥物人要回应还是有啥物物件要来甲李赞成老师请教搁听较详细咱免客气，咱就大家举手先举手的拜托拜托咱的咱的host，咱的host 倒注意一下，看人先举手的，互你先。我已经举手但是我互你先讲，互你先回应。安尼来我的感想是我先讲着即个较精神层次的啦当然讲遮伊迄个在成老师伊个对数字的掌握实是迄比咧食金鹅搁较牛，比咧数字台湾搁较牛安尼去几迄个农庄遐路线几公里水库会当安尼灌溉偌济面前伊拢安尼记甲条啥物年代安尼讲起来，互咱对即段的历史有真好的掌握。但是我上互我感动的就是讲伊后壁代表的精神伊咧讲迄个即个净土宗净土真宗因的主要的教义是人人平等，无分贵贱伊也有讲到迄个 William Clark 即个人伊安尼去到即个
含这日本人合作吼。啊，伊嘛讲到即个八电乌印吼，因即种的疼拢是超种族的即个疼啦吼。啊，对于一个基督教徒的我来讲，我感觉讲，啊，这个是基督教有那伫咧推广咧发扬的一个精神啦吼。啊，所以检采咱即马咱咧讲台语无论当，哈，像咱咧讲台湾的即个要起做啥物款的国家，还是讲就是讲像讲电视剧牧师伊咧讲啊，咱有建国的理想，啊，啥物是理想的台湾国，哈，即种就是咧会当按即个，就是讲我对听即个李赞成老师即段故事内面吼，啊，互我得到的一寡冲击啊，甲灵感吼。好，安尼我就简单讲到遮吼。啊，来请即个秀万姐，你先讲啊，来看有举手的吼，要讲的会当即摆先举手吼，先举先赢安尼吼，我要讲吼，是我要小可分享吼。我即马头拄仔伊咧讲的时阵，我有掠几张相片吼，所以我即马简单从我的 PowerPoint 顶有看到吼。我最近吼转去台湾吼，即几冬啊，结果我互我的姐姐吼带我去一个所在叫做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啊，我感觉这是一个新的博物馆。啊，伊介绍就是关系，就是讲对台湾水稻有贡献的人。啊，伊是安怎叫做山上花园？因为山上毋是伫山的顶面的，是一个地名，迄个地名就叫做山上。啊，伊是安怎叫做花园？伊种足侪迄落啥物迄落樱花啦吼，所以你若春天去的时阵吼，你就会当看到樱花。啊，即个博物馆内底吼，伊有纪念，就是讲咱头拄仔讲的水稻建设的名人吼，包括迄个米树龙，啊个巴腾吼，啊甲巴电吼，啊拢有介绍着吼。啊，这是因佫有过去，就是讲迄个 Fiat， 就是个 tank 吼。啊，这 Fiat tank 吼，其实足济吼，你看规排拢是。啊，这就是迄个时代的，啊，伊即马拢甲伊收集伫即个水稻博物馆吼。啊，另外这是伊介绍足济水稻甲有关系的名人吼。啊，当然即三位就是今仔赞生老师有提起迄个威廉·巴顿，啊，搁迄个米树龙甲巴顿。啊，另外即张吼，就是迄个平野吼，平野米树龙甲巴顿因做伙翕的相片啊。啊，但是我即马因为我时间我无去找讲对一位，就是对一位甲伊框起来吼。但是我伫遐有看到因的相片，啊，伊即个背景你看倒手边吼，离较浅的，就是台南水稻水源地的事务所吼。啊，即马过来即张就是讲，因迄个博物馆内底有足侪实验室，是因过去的实验室，因咧做水质的比较。另外，伊各地的水稻的水质吼，伊拢有迄阵拢有足侪记录啦吼，啊，拢伫即个博物馆看会着。啊，另外这就是平野米树龙伊的专家的做伙翕的相啦吼。啊，另外伊嘛有迄个bacteria， 就是细菌的迄个实验室。啊，另外咱头拄仔一直有讲到迄个发电的当上。啊，其实伊嘛有做迄个平野当上会甲伊收甲复原啦吼。这伫迄个博物馆嘛看会到。啊，这就是伊咧介绍台湾水稻的起源。我感觉这足重要，因为咱用足侪水稻水，啊，咱拢感觉是当然的。其实你知影讲前辈因就是遮拍拼。啊，咱较今仔日有遮济即落水稻水通用，啊，搁我感觉台湾吼，因为即马过去因为经过政党轮替，有所有的在地化、本土化，啊，所以咱较会搁对遮的人的贡献，拢安尼甲伊纪念起来。啊，这嘛是这后壁我即栋吼嘛是伊博物馆的一部分。即个博物馆吼，我即摆意思就是讲。你若总有机会转去台湾吼，这是会当去佚佗的所在啦。啊，除了会当佚佗参观了，佫会当纪念，就是
就是讲看咱的过去遮的，其实拢毋是台湾人啊，日本人啊，因会当因对台湾做啥物好诶代志。嘿，这是我因为今仔听到赞成老师的分享，所以我嘛小可分享我去水稻博物馆的一寡情形。嘿，多谢大家。来，即摆到人举手。即马有问题的人请举手。信涵老师，郑老师啊，哇，你迄个讲了真精彩啦！大概听你讲故事啊，吼，拢有足有感受的安尼。哦，啊，我就是讲啊，吼，你头仔讲的迄个故事嘛，吼，八点有一的迄即种故事，我想到另外一个人啦，正常伊之助啦，对吧？吼，因爸爸吼，正常未之助嘛是伫台湾去互杀死啊，啊，结果啊吼。伊报仇啊！伊当然，咱一般人啦，阿爸去互杀死啊，吼，伫一个外国去互杀死，一定足气的嘛，一定足毋愿的嘛。但是啊吼，伊就是决心讲啊吼，我要来报仇，帮阮阿爸报仇，要安怎报仇？我要来爱才会杀死阮爸爸的原住民，所以变成啊，正常伊之助伊到尾啊，就是来台湾嘛，变成原住民医疗之父安尼啦，吼。啊，伫差不多迄个年代啦，就传教士迄个年代，日本时代有足侪即种足感动的故事啦，吼，有迄伫台湾病到要死，送去外国医好啊以后，嘛是搁转来台湾有啊，嘿啊，就是所以吼，像即种足感动的故事啊，其实我嘛听你讲足侪迄个时代的故事嘛，就是我咧想讲啊吼，你有要甲遮个？你 podcast 内底讲的，甲 podcast 也袂赴藏起哩，遮个故事啊吼，出实体册无？出册啊吼，藏迄个 QR code 啦，有啥物好处咧？吼，有啥好处？就是即摆咱拢有台语教育嘛吼，台语课本啊吼，若要选文章，就是讲当然即摆就是讲未来啦，台语课本若要改版选文章，伊就一定爱有一本册才会当去选内底文章去做课文嘛，所以无定着啊吼，你这，我感觉你这长度拢无长啊，其实去抓一段出来做课文啊，吼嘛拢足适合的安尼，佮有品格教育伫内底。所以我想讲，你若有机会啦，吼，甲遮个物件出实体册，就是像讲以前啊，吼，李晓峰教授有主编一本叫做《台湾小故事101》，吼，哇，《台湾小故事101》啦，吼，你嘛集的看是啥物名甲出实体册安尼，我想啦，应该袂歹，而且未来本若要选，嘛会当选你即种有意义的文章安尼。嘿，以上是我的分享，感谢。多谢信的老师的鼓励。阮来参考看卖，如果会使，现在请你甲阮斗帮忙。有问题啊是要分享的，请举手。吴医师，你今仔敢有要分享？好啊，我来讲几句吼。今仔即个吼，实在是水准足悬，实在是咱台湾人讲台湾人的文化一个足好的示范啦。赞成兄吼，用足水气的台湾话吼，来讲一段咱台湾吼诶国际真水气的故事吼。第一吼，我要来回应刘公兄伊头讲的吼，伊讲即个实民甲被实民，即个政治方面吼，甲即个基督教的精神种吼，我真赞成，我100%赞成吼。刘公兄讲的即句话，就是讲咱今仔日即则故事吼。上下底的精神就是讲吼，即个赞成遐我哪有讲过啦吼，即个国家吼种族的爱吼，是较输对人的爱啦吼。我即个
一字可能无完全对，但是我意思我是感觉赞成遐讲的即句话是安尼讲的啦吼。所以我想这是足实在是真重要，伫现代即个政治混乱吼的社会哦，这运动是上界基本的进行。啊，我相信以后吼，世界吼人类的发展原来是照即个方向来行吼。啊，搁过来吼，即个讲到水稻即个吼，我想到一则故事啦，这是实在的故事，就是讲中国人拄则来台湾了吼，啊，看咱台湾人安尼拼，安尼转一个螺丝转啊，水就出来吼。啊去五金行吼，去买一个螺丝转啊去拼乌一孔甲插入去，啊螺丝啊转的水无水出来，啊摕去店里行，讲你即个歹，你即个螺丝转啊歹，吼，即个故事，这实在的故事，咱知影讲即个水稻水是安怎来是无遐简单吼。啊，搁一项我来建议一下啦吼，咱今仔日吼，即个听众吼内底。我有看到沙界托鲁先生吼，啊，我所了解伊是即个，敢是即个石川县的乡亲吼，会甲一定是乡亲，敢毋是？是毋是沙界先生来介绍即个石川县即个即个地理甲人文，互大家来分享一下安怎？介绍。嘿，我无看着世界上伊今仔有声音啊，嘿，伊已经开麦克，世界上。嘿，你好，大家好，听到未？有听着？有，有无？你无开 video，你可能已经穿困衫。video，奇怪。好，有听到你的声，无看到你的影。要紧，我开嘿。video 咧。嘿，你好，听到无？有啊，好，嘿，啊，大家好哈，我是迄个1966年吼，伫迄个石川县的金德市出世的啦，嘿，所以讲是我是共乡吼。啊嘛算是伊的高中是较无共，我嘛是讲一个系列的吼，所以是我嘛是后辈吼，所以迄个学弟啦吼，啊就所以我伫石川金德市的时阵吼，常常听到伊的故事啦吼。所以讲是甲我嘛较有迄个印象吼，啊是我嘛做我住台湾的时阵吼，2002到2012年啦吼，迄阵内底吼中间是上尾的4年吼，是做过迄个日本的迄个在地阮地方的报纸的去派员吼，嘛是写足侪迄个新闻啦，有关。当然是主要是有关迄个北电位迄个什么纪念节啦，吼，纪念公园吼，开幕典礼啦，吼，等等的故事，迄个新闻拢咧写，吼，所以讲我嘛较有深刻的印象，吼。不过问题是吼，我对迄个土木鉴定吼较无了解，吼，所以水库的迄个。迄个形式是吼，啥物款的吼？我听到迄个几百摆啦吼，几百摆嘛啥无啦，无了解吼。个修班姐吼，修班姐甲讲是咧爱讲甲迄个金德市的迄个地理啦，啥物嘛吼。金德市是吼，迄是石川县，就是算是日本内底吼，是嘛袂介大的县，应该是中位较下迄个较低吼，啊人口嘛是100万左右安尼尔啦哈，所以较无遐密的吼县吼。不过迄个金德市嘛是敢若有迄个40几万人尔吼，所以嘛较无遐密的吼。都市啦，不过历史上是较出名吼，因为是迄个金德市是迄个江户时代吼，迄
大名吼，大名是上大的番，哦，大的番是迄个是100万担，100万条的吼，迄种的迄个上大的番啦吼。所以是迄个工户木户是差不多有迄个800万triệu吼，安那迄个所以是第2名啦，不过嘛是迄个大名内底是上大的吼，就所以是伊有迄种的迄个，因为是有迄个富山关嘛是迄阵是迄个嘉禾湾的迄个湾的迄个属地啦吼，迄边是迄个稻米诶数量上侪所在，所以因为是安尼，就是迄个就转迄阵的迄个嘉禾湾是上大诶湾哦。因为是安尼，是迄个金德市嘛是算是古都啦吼，差不多400档诶迄个历史诶古都啦吼，所以全国内底是较出名吼。即马观光区啦吼，即马东京诶人吼，上爱去行道啦。东京人是上爱去到行道迄个观光，个第二届去就是迄个金德市啦。所以迄个即马迄个金德市是算是日本内底是观光区吼，较算迄个排名啦，顶悬是较头名迄种诶吼，第2名、第3名诶迄个所在。嘛，最近迄个台湾人嘛去遐真济，去遐真济啦，佚佗观光啦吼。所以安尼，阮故乡是因为是迄个历史上是迄个江户时代吼，武士诶时代。是迄个上大番，就是佫是迄阵是较有钱啦吼，嘛是嘛是，所以是收集啥物册啦吼，资料啦，是邀请迄个行道迄个啥物工艺诶人，所以工艺品嘛就发展啦吼，所以算是安尼较出名吼。佫问题就是迄个面地卫星诶时阵吼。较无功劳，迄个一切他着迄个上袂放遮啦，算是安尼吼。所以迄个明治时代以后是较迄个没落，较迄个衰退啦吼。即马所以是即马金德市佫是金德市是19世纪诶时阵是，伊诶人口是10万人。迄阵是10万人是迄个世界迄个第10名啊，是啥物款的啦？迄阵19世纪的吼，世界迄个大都市的迄个人口的排名是吼，10名内底是差不多日本的大都市占5名，所以是。第10名是金德市啦，迄阵世界迄阵是甚至是比迄个伦敦、巴黎较济啦，人口较济啦。迄阵伦敦嘛是5万人左右啦吼，所以也是有够济啦吼。迄阵是迄个所谓China 吼，是较衰退啦，较无算啥啦吼。所以是较你讲是迄阵是迄江户是世界上大。都市金德嘛是我是讲毋对啦，可能讲毋对是迄个毋是第10名，就是第5名左右啦吼。所以是迄阵是足大，佫是即马40几万人是无算啥啦，比迄个台南嘛是较少吼，所以。即马无算啥诶，佫是历史上是有较有意义甲价值迄个，所以较出名。日本内底是差不多是其实是其实是真出名诶迄个城市啦毋过问题是迄阵，问题是我较无爱住，较无我本身是较无较无喜意诶城市。
我是虽然是我是出世到大汉到18岁啦吼，18岁考到大学去东京吼，真正是拢18单拢住伫遐吼，过来是转去教册，伫大学教册时阵嘛是住过几落冬，佮嘛是我其实是虽然是我是迄个金德市的人吼，我无啥介意吼，所以即摆是住台北啦，因为是迄个所在是吼，即摆是算较偏僻庄卡，所以是庄卡是你嘛知影吼，是较保守啦吼，真保守。行岛嘛是算保守的所在，毋过是行岛是吼足侪寺庙啦吼，什物神社啦吼，可迄个历史是吼有遮久啦吼。阮金德市是袂比啦，金德市是敢若有400栋的历史尔吼，行岛是吼1700年的历史，所以是袂比啦吼。所以行岛的迄落工业啦吼，商业啦拢发展啦吼，是啥物迄个日本的画吼，日本话啦画拢是算伫迄行岛发展啦吼，金德市是袂比啦吼，无遐尼迄个发展的所在吼，嘛是算是日本内底历史上迄种的工业啦艺术啦吼。内底是算是嘛是第5名迄种诶有记大历史诶累积诶所在吼，算大概是安尼啦吼。好，谢谢介绍，嘿，其他敢有人要回应，嘿，是有啥物问题要问？振兴老师。我要请教所介绍吼，迄个发电委伫金德市吼，有人对伊的了解有偌济安尼？进前是较无人知影，较无人捌迄个发电委的代志吼。除了是迄个农业的，也是工程的人、专业的人以外，也是迄个发电委是即马金德市内底是较算迄个周边迄个偏僻的所在出现啦。伊是迄个做实人内底是上足大户的吼。迄是富农迄种诶，伊嘛是地主啦，大地主啦，吼，所以是会当因囝伊本身是互因老爸会当送去迄个东京大学迄个啦，迄阵是无遐好业诶人是无法度迄个去送去迄个囝送去大学读册嘛，吼，所以讲。进前是迄个因遐诶，毋算部落啦，部落内也是村内底吼，迄个村诶，迄个边诶人知影尔吼。进前是安尼，毋过20栋内底吼，金德市内底，即摆是拢。所有诶人拢知影，拢捌迄个发电委，因为是20栋进前，拄好是即摆诶20栋进前，2003、4年诶时阵吼，忽然间是台湾嘛是忽然间，台湾迄个南部迄个嘉南迄个水利会嘛是忽然间是大迄个花迄个宣传迄个发电委诶功劳个李登辉前总统，迄阵嘛是。迄个介绍宣传提宣传迄个发电委的故事啦吼，所以讲迄阵是忽然间是迄个几个迄个金铁人迄个咯知影迄个发电委，即马后来是2006年8年迄阵啦。甚至是即马是金德市迄个几个国小国中，拢有正式的课，内底是介绍迄个发电的。本来是金德市是足重视乡土教育的，
乡土到历史啦吼，拢会爱背啦。我嘛是历代迄个大名诶名啦哈，啥物人吼爱伟大诶迄个杰出诶名人吼，拢爱背啦。迄阵所以迄个内底较早拢无迄个北定位诶名吼，有迄个西田龟太郎迄个铁学家。迄是较出名啦，个北定位是较无人知影，毋过阮迄个后摆，即马应该是几个迄个市民金德市的市民拢知影甚至是即马日本全国的人嘛是较介意爱读历史的人还是爱台湾人一定是知影啦即马是真出名，日本伫迄个日本时代迄个伫台湾来建设迄个有公路的人内底，算是北定位是上出名的款就是安尼佫是我补充一个最近我对台湾足气的啦，真有出是迄个，因为今仔日嘛是出去外口因为是安倍，今仔日是拄好是安倍晋三枪杀的迄个周年啦，1周年，所以我去迄个现场，迄是现场是来龙遐去拜拜啦了后去迄个台北的迄个中心区啦行迄个时阵，你应该知影是新世界迄个区是较老这个所在啦老这是嘛是无啥清气的所在啦，迄边是特别是亚洲的观光客去遐足爱去遐中间我嘛看到迄个路轨是差不多拢是台湾人台湾人韩国人、香港人、新加坡人拢有。新加坡人是拢讲英语啦，较少年的拢讲英语 English 啦韩国人当然是讲韩国话就香港人嘛是讲广东话啦个我真应亏迄个是好亏就是即马台湾人我看差不多是15组的台湾的家属。规定迄个家族内，迄个爸母阿公阿嬷甲囝孙仔带来，安尼一团差不多是我拄着15团15组啦迄内底讲台语的无一个啦，完全无一个就迄真正是无共啦，我差不多我。记的是5年前佫算是我所看伫日本所看到的东京啦、台北啦所看到的台湾人内底，差不多是一半。5年前啦差不多一半是讲台语的啦，即摆拢无诶，拢无去拢讲北京话拢讲中国话迄是啥？我嘛是最近嘛是连面册顶悬常常甲台湾人比战，伊拢写着台语无重要啦，咱拢讲华语就好啦拢华语嘛是会使独立的还是因你看迄个英国甲美国嘛共款讲英语嘛是会使独立的你看迄种的迄个心态。即摆已经台湾人迄种的迄个思考啦因为是蔡英文本身嘛是无晓讲台语嘛嘛最近嘛讲迄个啥物，最近拢无选举的，我袂记得台语我嘛我是真正是在台湾2000年到2012年在台湾的时阵我伫民进党中央党部国际部上班做工课啦迄阵是。民进党内底啥物中常委啦部门的会议，差不多拢讲台语。虽然是笔记啦，啥物写文章拢是中文啦个至少是讲话是讲台语，拢坚持啦。
当然是有一寡迄个北部的客人吼，讲北京语啦，佮南部的客人是嘛配合台语，拢讲台语啦。客人嘛，迄个南部的客人拢讲台语啦，吼。伊拢破完，伊拢无害啊，伊拢无害着，还讲是啊，难道客家话不是台湾话吗？伊袂安尼讲，迄是敢若性质甲桃园客人安尼讲的尔啦，吼。佮即马蔡英文上台以后，佮上台以后的2013年以后，民进党拢要去立台语啊！伊的迄个啥物内部的会议，迄个中常会啊、中执会啊、部门会议，拢讲北京语。即摆真罕伫看到迄个台语啊，有人讲台语的啊，对即摆真害啊！啊，我嘛是思想就是安尼啊，讲华语嘛是会使啊，讲华语嘛是会使倒去尾啊。我就应开迄个，但都是我听到最近吼，闽南遐、福建遐，中国福建遐的人吼，闽南人，但都是足坚持讲闽南语。尤其是迄个泉州来，泉州嘛是进前吼，足侪20档进前足侪外来人口，所以特别足侪人配合迄个。外来的人吼，讲是普通语啦，吼，普通话。所以即摆20通的吼，查某囝是较迄个讲闽南语较无好啦，吼，较袂认得，伊较无习惯。佮嘛是吼，江世代的台湾的迄个20通的吼，查某囝来比的时阵，是当然伊嘛写叫啦，吼，嘛足。讲了足标准，所以即马除了问的迄个啥物市民区吼、中心区以外吼，拢讲闽南语啊。我嘛最近看到啥物台湾人去遐啊，翕动的吼影像的迄个影片吼，看到迄个深深去看去听的时阵吼，问的。迄个中山路以外吼，差不多拢讲闽南语啦。啊，泉州嘛免讲啦，伊嘛拢讲闽南语啊。伊嘛一旦20档以前是差不多袂失去迄个流失迄个闽南语，我即马是捡转来。哦。嘛伊有危机感，捡转来。啊嘛有人是主动，家己迄个主动吼。学着迄个去学台语，还是白话字来写闽南语。我含我迄个交流的时阵嘛，是拢写迄个闽南语，白话字也是台语啊。多谢迄个世界上的分享吼。啊，伊讲到这个语言吼，啊，咱拄啊好，信涵老师，敢是要伫纽约克，还是伫Boston 开课，敢会当请信涵老师嘛小可讲者？哦好，这个啥，就是咱知影教委会啊吼，拢会定期派语的老师出来去迄个北美嘛吼，甲大家分享一寡台语相关的代志嘛吼。啊，今年啊吼嘛有派我去啦吼。啊，时间啊，今年是去美东，啊美东有徛去3个都市啦，一个是纽约区啦吼，纽约区是台湾会馆主办的，伊的日期是7月18到19，啊，就是过10天啦，过10天后礼拜吼，就是纽约区的台湾会馆啊，过来吼，伫 Boston 啊吼，嘛会有即个。伊7月22到23啦，吼，日期我有铺伫迄个 chat room， 就是开讲室内底吼，就是纽约区是台湾会馆7月18到19，啊 Boston 啊吼是7月22到23安尼，啊 Chicago 啊吼是7月25到26啦，吼，啊大概咱会了解台语嘛，台湾文化啦，吼一寡物件安尼，哦啊所以在座啦吼，各位朋友若有熟悉即3个所在的。朋友，吼，也是讲你家己就是住伫即3个所在，拢欢迎名参加啦。啊，要安怎报名咧？吼，可能爱去
找迄个主办单位啦。那纽约区就是台湾会馆嘛，Boston 就是新 New England 的大 Boston 的台湾商会，Chicago 是 Chicago 的台湾学校安尼，尤其是纽约区迄边有做迄个连结啦，做宣传的连结，伫迄个 Room 的上面顶才有内底有网址的连结安尼，叫大家若有朋友伫纽约区还是 Boston 的 Chicago 遮斗宣传一下安尼，嘿，好，感谢。谢新涵老师，我即马有看到美玲姐，欧达华美玲姐有举手。坂井さん，我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吼。恁日本的迄个历史内底吼，即马敢有教讲，或者日本过去捌倒来台湾统治50年即个代志？有啦，即摆嘛有咧教，毋过问题是吼，日本历史教育内底吼，伊拢为迄个古早的代志、古代诶先文时代开始吼。讲教迄个较新的代志啦，所以是讲吼，教历史的是历史课的时阵是吼，差不多足侪的老师差不多是袂赴去讲迄个近代的代志，所以是较无人，嘛是阮凡细是惊是较无人知影是咧日本统治台湾还是韩国的迄个代志啦，所以是之前我嘛捌。听人讲，听人讲过是迄个有一寡日本的少年人早去台湾佚佗的时阵，拄着迄个大正时代出世的迄个台湾人伊讲日语嘛写叫了，那有你啥日语遐讲了遐好，伊毋知影是迄阵，因为迄阵人是。受到日本教育的迄个代志啦，所以讲有一寡人当然是历史的课本内底有写，应当是所有的迄老师嘛讲迄个日本统治台湾的迄个历史接着，其实是无啦。嘛是迄个考试的时阵，大学考试的时阵嘛是大学正学的考试嘛是。袂牵涉到迄个近代的代志，因为近代史是较有迄个争论、政治性的迄个争论的代志啦，所以真侪人毋敢接即个代志，所以这嘛是真悲哀，嘛是真嘛是真遗憾的代志啦。我感觉就这样呢。即马有美智姐嘛有举手，咱即马互美智姐来问问题。听到坂井さん讲对台湾的即个现状感觉真厌气其实即马台湾定定咧批评香港因为就是讲迄个中国的政策伫咧香港的政策拢讲因咧做即个文化灭绝文化灭绝。cultural genocide， 台湾人一寡政治人物拢咧批评这个中国的政策但是伊家己无了解讲台湾受到国民党的这个文化灭绝的这个政策已经足成功是成功甲讲大家无感觉所以才有讲台语嘛免讲台语也无要紧我拢家己无了解讲。伊家己文化去用灭绝去这是真讽刺的代志啦都台湾人拢忘记啦，拢毋知。你若讲要比较讲北美这个美国还是加拿大嘛是甲英国讲同款话，嘛是会当独立。但问题是，咱有台湾是家己的母语呢，本来有语言呢。去互灭绝去呢，无像美国甲即个加拿大上早的移民拢是按英国来嘛，所以本来就是讲英语因无即个语言方灭绝的问题嘛佫一个问题佫一个我想讲小补充者拄李占星老师咧讲
伊讲吼，伊还佫有一个，迄阵啊，甲即个学姊啊斗阵来台湾的，差不多迄个时间吼，有一个号做新都好丢做，你倒卖因仔做，伊是农业专家吼，伊嘛是法律的博士呢。伊农业吼，伊真牛所以迄阵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用足济学者、足济技术者，迄拢是足优秀的人才吼。这你倒卖来台湾了后吼，农业迄个做糖吼，真发展伊敢若按1902年到1939年的中间咯，台湾的糖吼，比生产40倍以上，所以不但讲日本，因无法度生产遐济糖哦，所以台湾变做上要紧的迄个供给者吼。佫一项代志就是伊尾也是伫Victoria， 我想伫 BC 的人可能知影，迄 Victoria 的 Jubilee Royal Hospital 卫生的啦，所以伫迄个 hospital 的头前嘛有一个石碑啦，有纪念即个尼多维因仔座的石碑吼。伫 UBC 内底吼 ，Vancouver 吼，伊嘛有一个日本的体院吼，就是纪念即个尼多维因仔座，呀，所以这是有一点仔另外一点故事啦吼。伊即个尼多维因仔座，伊是娶美国某啦。伊美国某定来甲伊问讲，日本人即个精神是安怎吼？爱知影吼，因为着因某伊有写一本册叫做《不死路》，甲伊解释啦，呀。所以迄阵啊，日本政府确实是派真济即落真好的人才来台湾，呀。所以因建设的物件，到即摆佫留着嘛。像即个咱佫伫诶对啊。迄个纵贯铁路嘛，拢佫伫诶，佫足济项啦。呀，就是讲小补充一个即个甲迄阵啊共时代诶人安尼啦。多谢美丽姐吼，我即摆有看到赞成遐个野手吼，我想因为我知影讲恁生活9点以后，逐个拢有代志，所以我着请赞成遐做一个 ending 好无？做一个最后的结束，请迄个龙光遐小可有个后礼拜的节目，我有看到米粉丸老师，伊今仔日嘛有sign in，伊即马可能嘛要伫遮吼，我即马着请迄个赞成遐先做一个结 ending 嘿。我真多谢苏介绍吼，是我的偶像哦，迄个北田威的同乡哦，嘛竟然伫咱遮论坛遮出现啦，多谢苏介绍。你嘛甲讲一寡我毋知北田威的故事，真好，多谢。我要佫讲一个，就是讲咱台南有一个叫台南有一个朱圣宫因有刻一个北田威的佛像每工拢甲伊参拜。迄当阵中国国民党是反日的，所以大家拢爱偷偷拜拜，一拜就拜到70年就表示讲咱台南人是有情有义啦吼，人也对咱好，咱就爱管温情温报啦吼，就是讲伊这民间发挥的力量两国的交陪是真密切的啦吼。这我提出来补充安尼吼。另外我即马爱离开啦吼，因为我有一个同窗吼，我有一个同学啦，毋是我的学生啦，我的学生坐船即马到码头伫等我爱离开来甲大家熟悉咧，我要先走啦吼，安尼再会啦吼，好，多谢赞先老师。OK， 好，多谢赞先老师。咱最后我请迄个龙光遐，你敢会当有个后礼拜的节目？好，要有个进前吼，我先来感谢即个沙介送啦吼。我会记得第一遍吼，甲沙介见面是咱伫第2届的世界台语
文化营，伫尔曼的所在，哇，伊阵仔足漂泊的呢。我想哦，靠，即个日本共同社的记者呢。我想讲哦，伊是迄个日本共同社吼，特别派伊来甲咱访问的，我惊一跳。哦，伊你来看吼，迄阵仔几当前吼，1996开始，伊就对咱台湾文化吼，讲台语文化，遮尔关心吼。我是感觉讲，伊用记者角度，记者就啥物，伊咧看接触的面足宽，所以伊毋捌着的知性吼。哦，毋若看伊搁深咧，讲连迄个较早历史，我今仔听着就惊一跳，讲吼，19世纪迄阵啊，吼，迄阵啊，伦敦的人口较5万，所以即种的知识，即透过一个记者，有历史感，伊搁离安尼世界咧行踏，有安尼看的面足宽，我感觉讲有一点就是讲。伊即种做一个日本人，但是因对即个世界弱势者的关心吼，是超越种族啦吼。我用安尼来甲感谢吼。咱后礼拜是即个美粉员美慧教授吼，伊要来继续伊用台语的第2讲啦吼。迄个美粉老师，你敢是还搁伫线顶吼？你敢有要搁甲大家加减搁？介绍一下，预告一下啦，吼，阮偏芳一下，好无？伊所写来的文宣吼，我即摆有搭伫咱的 chat room 啊。阮老师、美慧老师，你有开麦克吼？我有看你开麦克，但是无听到你的声呢。美慧老师，伊的麦克可能有问题哦。无中间遐你帮伊介绍，因为伊有开麦克，但是无声。咱迄个顶遍吼，迄个伊用台语其实咱有讲过几遍啦吼。反正拢不止啊热烈吼。伊嘛有用即个声台的即个通识教育的课吼，来咧讲遮个伊用台语的代志的款吼。我即摆用记袂讲足条。我想咱即摆咱即个论坛吼，参加的人数可能渐渐减少啦吼。所以是我想是趁着讲咱后礼拜吼。即个较逐个可能会真侪少年人会入来啦吼，因为有遮个学生嘛吼，所以逐个加减斗招一下吼，互咱即个论坛的人数过去拢差不多70-80人，朋友70-80人，即摆差不多拢40-50人的即个程度安尼吼。好，安尼无咱今仔日咱就是。咱就到遮，因为今仔日足侪人有代志，多谢逐个。我有看迄个美慧老师有拍扑克，所以表示。我讲的拢无讲无毋对的款。OK， 好，多谢逐个。咱后礼拜是美慧老师，搁后礼拜吼，有若是一个迄个作家，有若住伫面区无李秀伊要来讲甲伊的后生，伊的后生吼，就是纽巴尔林伊拍足侪广告伫台湾。我知影伊拍 Mr. Brown 的广告，但是听伊讲伊拢总有参与40个广告片，所以欢迎咱搁2礼拜后来听李秀老师的演讲。赞。咱今仔日就到遮吼，多谢大家。多谢。住伫纽约客的，拜托他帮忙宣传。